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字就是实。实就是真的意思，像讲话爱讲实的。颠倒变的词就是假的，这是文音。另外鼻音读作杂，杂就有钱好满，也有底好满的意思，像讲钱甲遮尔杂。另外还有杂片，就是片啊脱条的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要带大家做伙来看到，第一个就是实在，这个实在意思就是真正的、真实的、真诚实的意思。一句广告台词就讲到：我真含慢讲话，但是我真实在。这个意思就是讲，就算伊较袂晓讲话，也毋过做人做代志拢真诚实。第二个词就是值钱，意思就是讲一个物件钱价真值，无空芳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伊出国物件实在是买伤济，规个卡网拢真值钱，强强要避开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实，另外一个音读作值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